好多研究同埋咁多人參加過課程同練習之後，顯示呢種練習效果之所以咁好，係因為佢可以同時刺激到我哋人體嘅5大系統。第一個咧就係神經系統。當我哋嘅速度放慢，所有動作都放慢嘅時候，我哋嘅大腦就有時間去做啲咩呢？重新建立控制，尤其係左右腦嘅同步同埋連接嘅，一定要喺慢嘅過程當中先至可以連接得到。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前庭系統，我哋嘅頭腦保持穩定，對眼保持水平，喺身體移動嘅過程當中，呢個過程就係重心同埋平衡嘅訓練，所以對我哋前庭系統嘅練習亦都係非常好嘅。第三個，本體嘅感覺，譬如話我哋喺練習過程當中就會特別強調我哋嘅重心喺邊度，去意識去感覺我隻腳喺邊度，骨盤係點樣移動嘅，我哋嘅重心點樣一步一步由虛變實。其實呢個過程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，大部分時間同埋大部分人都係唔清楚嘅。第四個咧就係可以喚醒我哋深層嘅肌肉，唔係練緊我哋大髀嘅肌肉，而係我哋嘅腰、脊椎同埋深層嘅臀中肌，甚至係腹橫肌同埋骨盤等等。呢啲部位嘅穩定先可以真正維持到身體嘅平衡，最後亦都會直接影響到我哋心理嘅狀態。